不到1秒，就能变身南京人记忆中皮薄馅儿小的小馄饨。皮薄，然后里面的馅儿其实就一点点，基本上就蘸一下馅儿，然后包在皮。肉有肉味儿，汤有汤味儿，是对一碗南京小馄饨的朴素赞美。汤是骨头煨的汤，煮热液的煨液。小菜、猪油、夯实地鸡，骨汤倾泻，搭建骨架，为小小馄饨搭建舞台，等待主角的华丽登场。如果说哎呦拉友啊，是你了解南京馄饨的敲门砖，那么只有读懂了柴火，你才算真正走进他的内心。